讲到今仔日又过这中国的渔船丙船啊，透早伫咧金门海峡丙船，6个人跋落海。中国的海事中心请求台湾方面协助搜救，海巡署成立应变中心，派4架巡防舰，中国出动6架救难船艇，目前找到4个人，其中2个过往，也有2个人失踪。海委会证实讲，这是中国渔船伫咱的禁限制水域内面家己丙船的。目前在镜头内的是陆方及我方的搜救船只。台湾的海巡舰艇和中国救难船做伙抢时间，咧展开搜救行动。中国渔船万宁鱼61222 14号透早传出伫金门东定海域沉落，有6个船员落海。海巡署接到国搜中心通报，即时成立应变中心，已经救起了4人，其中2名生还，2名无生命迹象。现场持续由本署4艘巡防艇与6艘救难船舰。陆方的6艘救难船舰共同搜救中。海巡当中派4架巡防舰，中国是派6架救难船舰，赶去现场搜救。失事海域会当看到破渔船。金门部两栖营接到指示，由营长带4个畅水员，坐海巡艇去当地海域落水救人。当地岛嘛东岸官兵伫水岸协助搜救。不过，说传出中军要求上岛找人，陆军否认讲无接到中国的要求。第一点没有这样的需求，第二点，在我们的这个规则上面，我们也不会允许共军登岛搜索。经过小连续搜救行动，找到4个人，有2人得救，2个人死亡，各2个失踪。因为金门快艇丙船案，地处两岸情势紧张，过1个月各发生丙船的事件，海巡署谨慎处理。海委会副主任周美国指出，中国渔船是踮咧禁限制水域内0.3海里家己丙船，请我们提供救援的协助。那我们他们是一个，他们自己在行驶，在我们禁制水域内，我们的禁限制水域内的一个渔船翻覆。那后续是否有相关事项需要向陆方进行通报或者其他协处事项，海基会将会依照主管机关的嘱托来办理。周美国强调讲，中国船爱申请，才当进入台湾的海域搜救。根据统计，过去3年，中国请求支援有17案，拢总救到119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